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演艺圈并曾演出《爱情白皮书》，大受欢迎的张庭湖。嘿，你在干嘛？新闻稿啊？新闻稿可以做这样子哦？不行吗？我看我们来找专业来教你好了啦。我来了，我刚才边看了一下来。首先，主播有这样子吗？刚才弯腰驼背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，你现在把脚合起来，然后坐挺之后呢，是不是就有架势多了？然后念的时候你要有自信一点，然后比较大声的把它念。那你再试一试看看。好。以刺猬男孩走上演艺圈，并曾演出《爱情白皮书》，大受欢迎的张庭湖，因为日前在运动比赛节目当中连续打。以刺猬男孩走上演艺圈，并曾演出《爱情白皮书》，大受欢迎的张庭湖，因为目前在运动比赛节目当中连续打破跳远、跳高等4项大会纪录，所以日前受邀到台南市身障体能势能中心担任一日教练。开心和身障朋友一起运动。各位，我觉得其实他蛮有播新闻的资质的，还不错。但是有些咬字就是要自己把它练好。这是国语的，对不对？你国语播的不错。但是我们台南地方新闻是台语的，你要不要挑战台语看看？全球最大翻车现场上线啦！莫急，那都拢有戏力，所以看本人的专辑记录，如果咱台南市是所有原来干面，对原的负担，加所有看的本人拢是问题。所以，伊就郭信良接受单子，开放消防局大调分队来关心，马要带本人场地不足的问题。如果咧会派的规定，伊就因为不满消防局长来讲话，来发生经济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要许我，你确定你台语真的进步吗？你知道姐姐在旁边笑到快挂掉吗？有那么烂吗？如果观众朋友听到，其实念得很可爱哎，我都不知道台语可以这样念。对，我都不知道台语有那么多种发音。对啊，所以笑太久了，太久。我现在教你来，第一个字怎么念？开始第一句，莫急，莫贼莫贼那都，里面打嘟。然后呢？拢有实力，所以就看本人的专辑制度，拢有设立搜救看训练的专辑制度，消防队员来干练。严林就有郭信良，要修单丁丁他不是专念丁简，叫单颠文的，单不对，这个等是可以念大，但是这里是颠文的。好，有进步一点了，对，要多加练习。所以现在你觉得播国语跟播台语是不是也有差很多？差很多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留下他自己把这个稿子念个100次哦，待会来验收。好啊，那其实我们就先走了，那留他自己在这里就好了。你要自己好好练习100次对，哦。好，拜拜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目前那都拢有实力搜救看训练的专辑制度，毋过咱台南市煞是由搜救队员来担任，对队员的负担甲搜救看的训练拢是问题，所以议长郭信良接受单子，前往消防局大桥分队来关心，嘛了解训练场地不足的问题。毋过咧会勘的过程，议员因为不满消防局长的讲法，来发生争执，带大家来做伙了解。